这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。那你就放弃了。1-1平，还有一场，比什么？你有完没完了？我不比了。你不能这样。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I'm free。喂，你不能这样，做人要守诚信，你站住！一个人如果不守信用，就无法得到其他人的信任，就无法在社会立足，是一句没有灵魂的躯壳。你闭嘴！你要再多说一句话，明天就走。你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机会，就是在天黑以前跑回公司，就算你赢。这里到公司要15公里，按照我平时跑步的速度，就算我一刻不停，也要1个半小时。现在马上就6点了，7点钟天就黑了，这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。那你就放弃了。公司见。喂，你疯了吧？回去吧。我要跑完。你当你是铁人啊，还跑完？懂不懂什么叫量力而为啊？我不想离开一城，不想离开你。你们这件事以后再说，先回去吧。你答应考虑了？我是担心你今天运动量太大，身体受不了。你是在关心我？上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家就行。大姐，你把人家跆拳道馆衣服给穿出来了，人家给我打电话要衣服呢。上车。哦。